誒，你有冇諗過自己唔係 E 人，又唔似 I 人，而係 Ultravert 人外圓形呢？ O 人就係能夠隨時隨意喺 I 人同 E 人之間輕鬆切換。Ultravert 係由有超過40年臨床經驗嘅美國精神科醫生 Rami Kaminsky 提出嘅。佢就話 O 人係有3大特徵：第一，沒有社交焦慮，亦都唔驚同人相處，甚至經常俾人誤會，以為佢哋係好中意社交添。O 人嘅日常就係成日俾身邊人標籤，今日又話佢係 I， 聽日又話佢係 E。真嗰句就係佢哋又唔覺得多人嘅活動好好玩，會得到能量，但又唔會喺聚會之後覺得好疲倦。咁 O 人第二個特徵就係對歸屬感、無感啊。當加入咗一個群體，成為某啲圈子嘅一份子之後，佢哋對身份嘅認同冇咩眷戀，用廣東話就係唔係幾中意維維喎。喺 Dr. Kaminsky 嘅長期觀察中就見到 O 人非常中意一對一嘅深度對話 ，group chat 咧你就唔出聲，你係中意 PM 人、DM 人，同人深入地傾偈會令你精神爽利嘅。咁去到戀愛中啦 ，O 人又會有咩表現呢？先講唔好嘅地方啦，就算佢好珍惜一段關係，都係唔中意擺啲相上網啊，又唔 check 人電話啊，就容易令到伴侶出現不少嘅誤會，被解讀成你唔認真啦，唔夠愛我啦。但係好事就係 O 人係非常願意從伴侶嘅角度出發嘅，亦不會試圖將對方套進自己既定嘅框架之內。咦，就咁睇，如果 O 人遇上迴避型嘅戀人，可以係好夾喎。如果你有興趣知道自己係唔係 Ultravert，你可以上網揾個自我嘅檢測量表睇下，咁我都放埋條 link 喺下邊留言區嗰度俾你哋做下啦。